周潤發，周潤發，你周身痕。汪明荃見到一片汪洋大海，汪係唔一樣噶，有咩唔同呢？同你講，真係有唔同噶。嗱，大家聽一聽下，呢個係知識嚟噶。當佢作姓氏嘅時候，佢唔係量詞，佢唔係其他嗰啲名詞，譬如話張弛，攞張紙過嚟，張弛張開嘴，所以作姓氏嘅時候咧，佢嘅尾音係要降落嚟嘅。呢啲係老廣州嘅一種講究，但係而家咧青年人已經冇咗噶啦。香港嗰邊更加冇，全部變晒平音。香港去香港喎，但係學校你係點講？香港係啦，你哋全部都冇晒降落去嗰個調啦。我哋喺香港過嚟，以前唔係，以前係我哋喺香港過嚟嘅。70、80年代許冠傑嗰啲片啊，佢一定係咁講啊，佢冇啲即係平音嘅。你睇翻以前嗰啲粵語殘片啦，或者係新馬師曾嗰啲唱下粵曲嗰啲啊，你會見到佢哋仲係好講究嘅。但係慢慢，因為你哋講英文又多啦，因為英文係冇聲調噶嘛，英文冇聲調，佢全部變晒平音，而且發嗰個降調咧，其實都幾辛苦嘅。咁啊講下又冇咗。